有冇試過呢一個情形咧？就係有時你想分享個 Apps 俾朋友啦，咁但係俾佢要成部手機借俾佢噶嘛，但係撳下撳下嘅時候咧，就睇到其他私隱喎，咁好尷尬噶嘛。咁點算好咧？原來 iPhone 有一個功能，只要3個步驟就可以解決呢一個情況噶啦。開啟設定，揀輔助使用，跟住再揀指導模式，開關，再開啟輔助使用快捷鍵，設定密碼12346，12345，完成啦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試下呢一個功能，咁啊撳開關掣3下啦，咁個指導模式就會開咗噶咯喎，然後佢只會喺呢個範圍裏邊睇到個 Apps 裏邊嘅功能嘅啫，就去唔到下一頁其他嘢噶啦。咁點樣刪咧？都係一樣啦，撳3下開關掣，123，入翻你之前嘅密碼12345，然後左上角結束，咁就得噶啦。睇完個教學之後，咁下次如果你想分享個 App 俾朋友，咁你就可以好放心咁借個電話俾佢啦，亦都唔會泄露咗你嘅私隱啦。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，呢個星期咧就每一日都會有一啲 iPhone 小技巧分享俾大家嘅。咁記住 like 同埋 share。